位觀眾朋友，歡迎收睇今日嘅早間新聞，我係詠琳。首先，我哋嚟睇一條時政新聞。26號，國家衛健委舉行新聞發佈會，介紹冬季呼吸道疾病防治情況。監測顯示，近期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以流感為主，急性呼吸道疾病持續上升，同多種呼吸道病原體疊加有關。大家要注意防護啦，必要時戴好口罩，發現唔對路時請盡快求醫。商業機密關乎企業嘅競爭力，對企業嘅發展至關重要。近日，廣州荔灣警方通報某上市公司前員工盜竊公司嘅商業機密後，對該公司嘅高管敲詐50萬元，最終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獲。廣州市政府仲將發放1.3億政府消費券，為消費者帶嚟真金白銀嘅優惠同福利。作為連接珠三角同粵北、湖南等地嘅主幹高速公路，廣清高速預計雙節期間日均車流量將比2022年同期增長約18%。從化區就舉辦千手宴活動，邀請咗300幾名60歲以上老人享受免費午餐。南分報導，而家係秋分節氣，我國唔少嘅地方已經進入到秋天。大後日開啓國慶長假，前往外省旅遊嘅朋友要關注當地氣温，攜帶厚薄適當嘅衣物。具體情況交俾省氣象台嘅曉文講講。尋日劉學洲被網報案喺北京線下開庭，再度引發大家對於網絡暴力嘅關注。汕尾站係廣汕高鐵嘅終點站，嚟到傍晚時分，仲有冇列車發往廣州？嚟睇記者許斌較早前發返嚟嘅報導。廣汕高鐵今日開通，呢個係打造軌道上嘅大灣區嘅重要舉措，能夠進一步滿足人民嘅出行需要，更係實現高質量發展嘅重要動力。今日請嚟特約評論員戚耀琪，戚生，你認為廣汕高鐵通車仲有啲咩重要意義？目前距離10月1號美國新財年開始，只剩下唔到1個星期嘅時間，國會兩黨仍未就新一輪財政預算達到一致，美國聯邦政府停擺危機持續。國際評級機構穆迪9月25號表示，美國政府一旦關門，或將對美國信用評級造成負面影響。當地時間25號，納卡地區首府斯捷潘納克達嘅一個油庫發生爆炸，目前暫時唔清楚事故發生嘅原因。納卡地區亞美尼亞族官員表示，有200幾人喺爆炸中受傷。